大家好，我是草履虫，今天继续带大家逛上海历史博物馆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古代上海的部分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上海是吴国和越国的领地，后来经过楚国的春申君治理河道，兴修水利，让上海沃土千里。随后的三国时期，东吴陆逊的家族迁居到了这里，看，这是他的两个孙子，陆基和陆云。他们在上海留下了很多故事呢。这个宝贝叫平复帖，是陆基写给一个生病朋友的一封信，上面有孔南平复的字样，所以叫平复帖。这个帖的价值在于，它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的作品，历经了1700年。不过这个是复制品，它的真迹在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三国两晋南北朝过后，在唐代的时候，在上海地区建立了华亭县，所以华亭也是古代上海的一个别称。这里有个宝贝要和大家重点介绍一下，它是位于上海松江区中山小学里的唐代经床，始建于859年，它是上海现存的最古老的建筑哦，它有 9.3 米高，一共有21级。经床是古代佛教的一种石刻建筑，我们眼前的是个模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，看看它真正的样子。看，它上面刻的卷云、海水、莲花瓣都看得很清晰哦。还有狮子和龙，哇，终于放到它的全景了。唐朝的时期，政府在上海青浦地区设了第一个镇青龙镇，当时那边的吴淞江是可以通到大海的，所以这里成为了上海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。看，这些都是当时外销的瓷器呢，有德清窑的、越窑的、龙泉窑的、景德镇的。还有这两块，左边是隆平寺的塔砖，右边是青龙寺塔的塔砖，说明当时这边的香火也是很旺盛的。还有这个叫云间志，宋朝时候写的，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地方志。然后就是元朝了，元朝在上海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遗迹，个水闸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。涨潮的时候，它就关闭闸门，不让外面的海水进来。落潮的时候开启闸门，利用水位差，让里面的水都冲出去，顺便把泥沙也都带到海里去。这是当时的铁钉损和木桩，木桩上据说还有8丝8纹的印章呢，证明它是元代的。不过我貌似没有找到。元朝之后是明朝，那时候东南沿海倭寇猖獗，所以在上海筑起了城墙。直到后来清朝的时候，也一直在修补。我们看，这两块就是当时清朝的砖，一块是咸丰5年的，一块是同治5年的。有了城墙，倭寇就不容易打进来了。这边还有3张票据，左边这个是上海买卖良田的收据，当中那个是纳税凭证，右边是收税通知单，告诉你要交多少钱了。明朝时期的上海有很多名人啊，首先要说的是黄道婆，她改良了纺织技术，大大提高了棉纺织产量。看，这就是经过她改良的纺车，虽然我们也看不出个道道来，但它确实让上海富起来了。第二位名人就是徐光启，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，他的代表作有《崇祯历书》、《农政全书》、《几何原本》等等。这个就是几何原本，我推个特写。几何原本令马窦、徐光启他们是共同翻译的，所以说徐光启引领了上海的海派文化。海派文化是什么？用我的话概括，那就是4个字：中西结合。现在再来看看明朝人生活中的那些事吧。哇，真有趣啊！而且东西还真是丰富多彩呢。来，给个特写。这个是铜镜，这个是头发套子，还是鎏金的呢？还分男款女款的。当时确实是男女都得用。哇，金木梳。还有这个扇子，这个眼镜，真想戴一戴看看效果。
还有这些是文房四宝就不说了。哟，易经小册子随手翻啊，这可是玄学啊。还有这里有个大家伙，镜头拉出来，这是一个石函，一般这里面都是放佛教用品的，上面还刻了2只狮子，说明上海地区的佛教还是很盛行的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场馆里的最后一幅画，画的是凤楼远眺，这个也是古代沪上8景之一。这座楼叫做丹凤楼，是上海的一座道教宫观，现在也在。这个时代背景是鸦片战争前，我们看上海的县城外停了那么多的商船，一片繁荣的景象。为什么把这幅画挂在古代上海展厅的最后呢？因为再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，就进入了近代上海。从古代上海展厅里出来，走廊里还有不少好东西呢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沙船。沙船是中国4大古船之一，是一种平底的帆船，最早出现在上海，它的特点是速度快，不易搁浅，适合在近海航行。现在上海市的市标就是由沙船、螺旋桨和白玉兰组成的呢。这个就更厉害了，七宝藏经卷。上海有个七宝古镇，这就是七宝之一。它是吴越王钱镠的王妃亲笔用金粉以小楷写成，字中间还点缀了金绘的莲花，原来藏在七宝寺里，后来流落到民间，这可是太珍贵了。这是老上海最经典的黄包车了，可以说是老上海的标志，就和现在的小黄车、小蓝车一样，当时所有的公共人力车一律被漆成了黄色，所以叫黄包车。这辆黄包车是上海最后的黄包车，一直用到了1956年，然后被送进了博物馆，所以也是特别有意义的。哇，这里有好大一个钟啊！这个钟叫雍钟，我们古代把最大的钟称为雍钟，上面是一个蝙蝠，福到了。它高 1.45 米，重1吨。我们看上面的字，上海县学雍钟，县学就是当时的孔庙，现在的上海文庙。当时祭祀孔子的时候，就敲这个钟。在这个雍钟边上有一个声音博物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个馆不大，一眼就能望得到头。这里是一个书架，上面好多卡片呀。我过去看看。扫码就能听到良渚御乐的声音，这些全是啊，扫码可以听各种各样的声音。这边有好多耳机，这里是中国第一股，估计戴上耳机可以听到当时喊开盘的声音。这个应该是电报机吧。这个场馆里好有老上海的感觉啊，这里还有美女在拍照呢。这墙上也有旗袍美女，旗袍也是上海的标志性服装。最后带大家看一看这个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顶楼天台啊，可以坐电梯上来的，到5楼。对面是喝咖啡的地方，好像这边的视野比较开阔，我们走过去看看。哇，这下面绿树成荫的地方就是人民广场，这边上海的市中心一览无余啊。这些树的背后就是著名的南京路啊，一直往那里去就是外滩了。这边这幢是国际饭店，上海的正中心，里面还有一个标志呢。然后这边有2个辫子的是世贸广场，第一百货也在那边。再往这里看一点，远处就是陆家嘴的3栋高楼了，厨房3件套，那个最高的是上海中心。再往这里，那个下面是上海博物馆，大家看见了吗？然后再往右边，这个是上海大剧院，都是高大上的演出在里面。我再给大家扫一圈这个天台啊，这里拍照真是个不错的地方。对了，还有这个钟楼，回到我们的上海历史博物馆，
这是我草履虫第一次带大家出来玩的地方，喜欢我的朋友请收藏、点赞、给我留言哦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